3個化解2026犯太歲行衰運方法。過咗2026年新年，覺得成日撞板破財，心煩氣躁，可能犯咗太歲。2026年有4個生肖嘅犯太歲，分別係鼠會運氣反覆，時好時壞，步步為營；兔計劃成空，合作容易爛尾；牛被小人暗算，是非纏繞；馬會破財官災，工作阻滯，身體多病。犯太歲會行衰運，有3個自救方法，係接近2026年2月4號拜太歲，或者佩戴化太歲開光玉獸虎馬狗，或者係屋企正南方擺放開光鎮煞六帝錢。內容參考自 www.fsui.hk。犯太歲唔等於衰足1年，只係提醒你要穩陣啲，小冒險。想了解常見化太歲用品，歡迎進入參考網址了解詳情。